拜，邀请众兄弟姊妹，恁伫厝里，咱同心来敬拜上帝，互咱伫上帝殿内面，咱三甲组织，用欢喜，用伊的平安来领受上帝对咱的祝福。伫礼拜开始之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阮感谢你，保守阮伫过去即礼拜中间，有你的恩典疼痛看顾，互出外工作的兄弟姊妹有你的保守，互伫厝里因为防疫的关系，无出去的兄弟姊妹，你嘛互因有安静的心，互因每一天拢伫上帝你的疼痛的内面。即时，阮伫厝里，同心要来学了你的名，要将这个礼拜自头到尾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主你亲身引带阮，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
桃花有灵敏，有稳定，无快快受气，各有丰盛的慈爱。咱也认咱的罪，伊是真实公义，要赦免咱的罪，洗清咱拢总的不义。下面咱来读主祷文。咱做阵来读。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伫错阮入去试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下面要来启用，启用文，咱现圣信息启用文第62篇，启用文第62篇就是伫新圣诗的后面第1113页，咱显着咱做阵来读，来启用。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，既然恁对伊的疼有得到安慰，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，既然恁有经验上帝的慈悲怜悯，恁就有相款的诚挚、相款的疼心、和谐的感情，一直的想法，通互我充满欢喜。毋通自私自利，嘛毋通追求虚华、虚荣，反倒有谦逊的心，看别人比家己较敖。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，嘛着顾别人的代志。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。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，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。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，出世甲人共款，用人的形体出现，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。甚至死伫十字架顶。因为安尼，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，使伊超越万名的名号。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，天顶地上地下，一切骹头夫拢会跪拜，一切的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，来荣耀爸上帝。下面咱来吟圣诗，圣诗第234首，我心实在乌鲁。圣诗234首，我心实在乌鲁，我心实在乌鲁，因为上帝大恩，叫我性命免得会无，诚心信义敬尊。咱做阵来吟。我心实在乌鲁，因为上帝大恩，叫我性命免得会无，诚心信敬尊。上帝大慈悲。
下面咱来做伙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即个疫情即个期间，有缘会使互阮伫网络上三甲组织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求你互阮会使时时的警醒，常常的祈祷。伫咧要搁再来的进程前，阮会使谨守主的话语，毋通受到威胁。互阮伫咧你搁再来的日子的时阵，会使安然徛伫主你的面前。主啊，面对即个疫情，阮首先要为着一寡人来祈祷。第一是为着因为即个病毒死亡的人，甲伊的家属来祈祷，求主安慰因的忧伤的心灵，也为着患病受着感染的人来祈祷。求主的大能的双手会使医治因，甲来帮助因。也为着第一线的医护人员，咱真正感谢因会使来服侍阮，会使求你保护因的安全健康，求你赐因有智慧甲体力，会使伫个病院紧急的时阵保持头脑的清醒，甲避免病毒的威胁。主啊，求你会使帮助阮的官员、政府官员，知影安怎分配这病毒的资源，互因知影，互这个资源分配互上需要的人，会使得到帮助。也求你帮助迄寡需要因为疫情无头路，也是经济困难的人，互因免伫咧惊吓当中，也有适当的帮助，会使来帮助因度过这个难关。最后，求你帮助阮的家庭、教会、牧师、传道、甲众会友，互阮面对这个疫情的时阵，带来的生活改变，互阮有信心倚靠主来继续生活。求主继续保护帮助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。阿门。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救赎我平安。阿门。下面咱来读一位的圣经。记载伫马可福音5章21到36节，伫咧新约圣经的第44页。马可福音第5章21到36节，现着咱来读。耶稣坐船过去迄边，规大阵的人聚集就近伊。迄时耶稣伫海边。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做亚罗来，已经看见耶稣，就趴伫咧伊的骹下，切就求伊讲：我的细汉的查某囝差不多要死，请你来用手换伊，互伊得着救来活。耶稣甲伊去，规大阵的人对伊真话愧。有一个妇人人血流12年，捌对济的医生受着济艰苦，阁一尽破费伊所有的，若是无一时仔利益，反倒愈伤重。听见耶稣的事，就来伫众人中对伊的后面来摸伊的衫，因为讲我简单。摸伊的衫就会好，
对安尼迄老连边子，本身知影伊的病痛已经好。第30节，耶稣即时家己知影有关灵对伊出，就挖转身躯，挖转身伫众人中讲，是随蒙我的衫。伊的学生甲伊讲：“你看见规阵人伫围困你，又搁问是谁有蒙我？”耶稣便看，爱看做这个事的妇人人。妇人人知影本身所历过，惊吓袅出，就来拍伫伊的面前，拢照实甲伊讲。伊就甲伊讲：“妇人人啊，你的信已经救你，通安然倒去，你的病全然好。”伫讲的时，有对管会堂的家来讲：“你的查某囝死啊！”弥赛又伫罗环先生，耶稣边仔听见所讲的话，互管会堂的讲：“无得惊，只有着信。”圣经读到这，下面咱来听伫咧4月11号，咱的献诗信心军队。受苦难痛。
下面，阮要来请科牧师甲咱正道，唔通惊，只要信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咱游玩伫上帝殿，恁伫厝内，咱用直播的方式，咱来敬拜上帝。邀请咱即时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爸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愿献上感谢。你的恩典有够万用，你的疼痛伫阮的中间。恳求你用你的话语，成做阮的帮赞，保守阮每一天，阮拢伫你的恩典的中间，一步一步向前来跑走。即时，阮恳求信心。因带阮众兄弟姊妹进入到你的恩典的殿内面，领受对你遐来的祝福，互阮今仔日所分享的彼此得到利益。愿咱的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：毋免惊，只要有信。你着爱信。伫疫情已经发布差不多有差不多1个半月啊。伫这3个境界中间，毋知各位兄弟，恁伫生活中有互改变无？我想少少拢有。咱拢互即个疫情对真侪人着病，一直到最近即几礼拜，敢若较好一点啊。总是咱的生活已经做真大的改变啦。无论咱的工作、咱的厝内、咱的学习，拢互即个疫情所改变。不过，上帝犹原看顾咱每一位，互咱伫即个改变的中间，咱有一个新的防疫的新的生活。喙暗、酒精，也是提额温枪。也是手机的简讯连名字，我想拢真做伫咱出外咧买物件也好，也是出外咧办公也好，拢真做一个必须要的一个过程。咱的生活了啊改变啦，总是伫咱的信仰内面，咱敢有互即个疫情做改变呢？一礼拜咱看到。遮确诊的人数渐渐少去，毋知咱的心内敢有留啊放松啊无？有的人有，有的人讲袂使，因为病毒袂因为安尼就放松落来，伊不断咧变化，伊咧找机会继续伫咱的中间咧要来互咱着病。因此，伫这过程的内面。咱犹原会担心，会惊吓。咱会惊吓讲，即个病毒伊发展是安怎？咱会惊吓讲，即病毒或者疫情会变搁较严重无？因为咱对世界来看，真侪国家一波搁一波的病情，咱会烦恼，咱会担心，咱会烦恼家己，也是咱的亲友去染着即个病毒。致到丧失性命，咱嘛烦恼家己若染着这病毒时，
会造成规医疗的体制，也是医护人员会动荡。咱会惊，总是咱会惊，咱会烦恼，这个是正常的。因为咱本体就伫这个世界内面，咱会惊吓。那呢？你的烦恼，你会惊，这个程度是有偌大咧？有的人讲我真惊，总是这个惊是要安怎来看有偌大的程度咧？咱会当用一个量表的方式来看，1分是你无啥物惊，10分是你非常的着惊。那呢，咱想一下。对现在你的生活，你的伫疫情的中间，你感觉你的惊吓是几分呢？是1分我无啥物惊，还是10分我非常的惊吓？我想，这个无论是1分到10分的中间，伫你的生活中拢会显现出来，因为你的惊吓犹原抑阁伫咧。今仔日的经文。互咱看到的是，伫这个时刻，你对上帝敢有信心吗？今仔经文甲咱讲，毋免惊，就爱信。那呢，你对上帝有信心吗？你的1分，也是你的10分，迄个惊吓的程度，互你对上帝的信心有改变无？耶稣一上花。都有一群人聚集到伊的面前，耶稣才拄啊为加利利河的对岸坐船来到这个所在。这群人嘛知影耶稣为复活的迄边过来，所以因就伫遐咧等，伫遐咧看耶稣，想要知影耶稣这个人到底生了什么款，想要知影耶稣的能力、心力是什么款。埃罗是其中的一个，伊听到耶稣伊要来到，所以就徛伫船要上岸迄个岸边，伊徛伫遐咧等。伊看到耶稣来，伊就随甲耶稣讲伊家己要来找耶稣的这个目的是什么？伊讲我的细汉查某囝得重病啊，已经一段时间啊，强要死啊！求你下手伫伊的身躯顶，互伊得到医治，互伊会当复原。这个是艾罗来找耶稣的目的，为着伊的细汉查某囝来找耶稣。因为伫过去这段时间，艾罗的细汉查某囝无人会当互伊恢复健康，所以这个做老爸真烦恼，伊烦恼。伊的查某囝无法度恢复，所以伊听到耶稣伫别位咧行神力，咧医治人，这个代志传遍四周围，挨落伊嘛听到啊，所以伊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恳求耶稣。伊所要求的是看有法度有这个神力，有这个医治临到伊的细汉查某囝身上无？耶稣听了后，就往哀乐的厝去，对我的暗花行为乡镇，一群人缀伫伊的身躯边，缀伫耶稣看要过来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。因想讲，要来看耶稣是咪法度医治哀乐的细汉查某囝。不过这段路程，耶稣互一件代志小动的啊，因为有一个妇人人忘了耶稣的衫件。这位妇人人照圣经的描写，伊有血流12年，为着医治伊这个病，伊受尽真多苦头，伊开足侪钱的，将伊所有的家伙拢开了啊！我就咧想，这个妇人人，伊的厝应该是真有钱的人，因为会当医病12年，透过开足侪钱来医病，
会当想到伊的厝，来支持伊，想要互伊得到医好。伫当时的富人人，伊家己无法度生产，伊无法度收入，伊只有靠着丈夫也是厝内底的人所会收入，伊才有法度生活。所以我咧想，即个富人人开了遮侪钱，将伊的产业拢开了去啊！所以伊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因为伊捌听到耶稣的代志，伊心内咧想：我若一摸伊的衫，一定会得到医治的。过去真侪医生也是要来家治病的人，拢该摕真侪钱，伊无法度医好。所以即个时阵，伊听到耶稣伊来到伊面前，伊心内敢若安尼咧想：我只要家摸着就好啊，安尼我就会当得到医治啊！伊真正伸手出去摸，摸着了后，伊血流的情形停止啊！即个妇人人感觉家己的病医好啊！伊感觉家己即个时阵过去，互伊12年的时间，咧困扰伊的即个病，已经得到医治啊！耶稣有感觉到，耶稣感觉有一个能力对伊的身躯顶出去。我毋知咱正兄弟姊妹，恁过去敢有开车、骑车，也是骑脚踏车的经验无？你有捌拄到你的轮胎无风的时刻无？我有2届的经验。第一届是我骑脚踏车的时，骑咧，咱感觉讲后面无啥物风，落来看，真正互一个钉仔插着，无风啊。第二届是我咧开车，伫美国咧开车的时阵，开的，咱感觉讲无啥着，就注意看迄个仪表板，仪表板内底有一粒钉倒起来，迄粒钉就是胎压不足的钉倒起来啊。咱会当透过真侪方式，咱会知影讲，咱的车无风啊。总是耶稣游玩，一随发觉到家己身躯顶遮的能力有一寡无去啊，所以伊就回头问，讲是甚物人摸我的衫呢？是啥物人摸着我呢？门徒回答讲：咱四周围拢是人啊，大家客来客去啊，是啥人摸你？门徒嘛毋知是甚物人去摸着耶稣。这个妇人人伊知影耶稣咧讲的这件代志，因为耶稣的这个气力伫伊的身躯底显现出来，互伊的病得到医治。所以妇人人就真惊吓，摇摇出甲耶稣讲是伊去摸着耶稣的衫件。耶稣知影是妇人人了后，伊就甲伊讲：囡仔，你的信心救了你，平安的转去吧。你的病痛拢已经消除去，好啊！耶稣甲妇人人讲：我想这个妇人人的心应该即时刻有较安定啊，因为伊的病得到医治，因为耶稣的能力，伊知影是耶稣的能力来救了伊，而且耶稣甲讲：你的信心救了你。那呢？妇人人的信心是甚物呢？妇人人一开始敢若想讲，我甲摸着伊的衫尔，我就会当得到医治。这个就是妇人人的信心，伊这个真单纯，要来摸耶稣的衫。其实，这个妇人人上重要的是，伊要甲耶稣结连做伙，伊要得到这个医治的恩典。伊真渴慕要来到耶稣的面前。得到甲耶稣结连的这款代志，那呢，正兄弟姊妹，恁对耶稣的信心是甚物呢？恁对耶稣的信心是甚物呢？恁甲耶稣结连了吗？那呢，咱若甲耶稣结连的时阵，咱会伫耶稣的内面，咱嘛伫耶稣的疼痛甲恩典的内面。
你甲耶稣结连了吗？这个时，有人对耶稣的厝过来通知讲：你的查某囝已经死啊！你唔免阁互先生去到恁的厝啊！这是一个无好的消息，所有在场的人拢听到啊。那呢，接下来要安怎做呢？恁想要安怎做？你会安怎做？咱普通人可能讲好，我著取消这个行程，我继续往前行，去到后一个我要行的所在。也是讲我去看，赶快去看这个查某囡仔，为伊祈祷，互伊的厝内底莫遮伤心。耶稣甲咱想的无共款呢。耶稣甲咱想的是，耶稣看到哀乐无讲话，耶稣知影哀乐伊的心内的感受，伊嘛看到哀乐的表情。哀乐这个时刻，我想伊应该有失落，有真艰苦，伊的伤心，伊的后悔，伊的怪罪，等等这所有的情绪，可能拢出现伫哀乐的身躯顶。不过耶稣拢知影，所以耶稣对哀乐讲：唔免惊，只要信。耶稣甲讲：你唔免惊，只要信。其实是咧甲讲，你唔免惊，唔免烦恼讲你的细汉查某囝的病情，惊伊死去。因为伊的查某囝着重病，哀乐真烦恼，伊会过身去。因为伊本底有一个愿望，来找耶稣。这个愿望是要互伊细汉查某囝得到医治，有活命的机会。耶稣对伊讲，嘛是咧对咱讲，唔免惊吓咧面对死亡，只要你相信我，就会得到永远的生命。哀乐甲妇人人来找耶稣，因上重要的目的，拢要是病得到医治，然后有一个新的生活。那呢，正兄弟姊妹，恁来找耶稣的目的是甚么呢？恁来找耶稣的目的是甚么呢？我想死亡拢离咱真近，随时拢在威胁咱。今仔日的 COVID-19 病毒对咱的性命是真大的威胁。咱伫这个惊吓疫情的中间，咱要安怎做？咱有疫苗，有 AZ， 有辉瑞，有嬌生，有高端，有联雅等等遮的。咱拢是来看伊的数据，来决定讲倒一个较有效，然后咱来决定讲我要注预防针也无。透过这个数据，伊就相信疫苗会对咱有保护。那呢，当耶稣甲咱讲唔免惊，只要信的时阵，你要相信无？你信了就唔惊吗？你讲我相信，但是相信了，咱犹原咱的心内会惊吓。咱咧惊吓，咱无法度得到活命。的确，信了就真正袂惊，因为耶稣已经战赢死亡啊。所以当耶稣甲咱讲唔免惊的时阵，是咱唔免惊迄个未来的代志，咱所唔知的代志。耶稣甲咱讲唔免惊，是唔免惊去面对死亡这件代志，就爱信，因为爱信上帝一定会带咱经过这个困难，爱相信耶稣已经战赢死亡啊！所以唔免惊，只要信，是耶稣甲咱讲的。当咱咧面对咱的环境的时阵，咱所惊的是什么？当咱明白了后，咱就唔免惊，咱只要专心来倚靠伊。第一礼拜，我的好朋友的一个牧师，水南教会的曾信林牧师，伊伫伊的 FB 有一段文章，
我感觉会当来甲大家做一个分享。这个文章的一开始，伊讲阿道支持的教会，黑道支持的教会。伊的文章内底安尼分享讲，伊讲有一天，一个社区的青少年来找因教会一个同工咧讲话，伊认真咧问讲教会的代志，因为伊听到社区的人来讲教会会当做遐尼多的代志，是因为背后有一个黑道大哥咧甲支持。所以这位同工就认真咧回答，甲这青少年讲教会所有的经费，拢是教会兄弟姊妹以及各所在的教会咧奉献支持的，每一笔奉献拢有真清楚的记录，毋是像伊听到讲教会有学道的大咧甲支持的。同工分享了，曾牧师感觉真趣味。伊伫这个所在讲，伫过去13年，一间要关起来的教会人数增加，而且都会当买社区中心建立新的礼拜堂。搁伫旧的礼拜堂咧翻修的时，搁遭受到阻挡。伊讲不怪，教会13年来的发展，互人会当误会，互社会人会当安尼讲，背后有一个黑道大哥咧支持。所以伊讲社会人无法度理解，这是正常的，因为因用因的眼光来咧看。所以讲实际上，教会的确有一个大有关联的支持者，不过毋是黑道大哥，是迄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天父上帝。所以真欢迎社会朋友伫疫情解封了后，会当来教会来熟悉。上尾伊讲到有一句话，伊讲到毋免惊，毋免惊，上帝阮阿爸，耶稣阮大兄。伊讲真正毋免惊，咱当倚靠的就是上帝，咱会当倚靠的就是耶稣基督。各位兄弟，当咱咧面对咱生活中的困难挑战的时，咱会惊吓，咱会惊吓。不过毋免惊，因为只要咱相信耶稣基督，咱就会当搬过这一切挑战困难。相信耶稣，相信上帝，咱的性命会得到永远的活命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阮献上感谢。你的恩典有够阮用，看顾阮，保守阮，互阮每一天，虽然世界互咱看到会惊吓，总是阮伫你的内面，阮毋免惊，阮毋免惊咧面对所有一切挑战。毋免惊死亡的临到，因为阮知主耶稣你已经过我。愿主帮助阮，互阮伫你的听内面，阮继续跑走伫天路，互阮伫你的听内面，阮互相结连扶持，甲你结连做伙，享受迄个永远的活命所带来毋望。愿安尼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下面咱来吟圣诗，圣诗第385首，人生风波了动无停。圣诗385首，人生风波了动无停。人生风波了动无停，耶稣召咱着见证，日日发出仁爱呼声。信徒对我免惊吓。
心风波了动无停，耶稣调咱着静静，日日发出忍耐呼声，心路对我免惊吓，假你厉害，出目出声，摇安热烈地行。家庭亲情以结工程，拢放手为主拍命。耶稣叫咱放下开干，荣华富贵是空空。拄伫伊客我上喜欢，诚心都那要那我。无论忧闷也是欢喜，用力也是用的死，朋友好歹自由高讲，要听我赢过拢总。耶稣叫咱着来听，得意里面地行，天然信心。顺叹成志，好使听伊到一时。下面咱咧来奉献，咱奉献是咱经历的时阵，孝顺上帝的恩典，会讲当时咱也回应上帝的恩典，所以咱来用心来有备咱的奉献。奉献伫防疫期间有3种奉献的方式。第一个是长效奉献，第二个是送到教会，第三个是咱有人会去甲你收集起来。期待伫这个疫情的期间啊，咱的敬拜甲咱的性命的成长，拢会使无间断。咱也需要纸本奉献证明的。会使来甲干事讨周报的纸本，好，咱做来吟。我的心献给你，永存龙潭里。我的在即你相思，甘愿为你做旗鼓。下面我来报告头前，咱来念这礼拜的经句。唔免惊，只要信，只有着信。无得惊，只有着信。马可福音5章36节。B， 好，咱来看下一周的事工分担。下一周的事工分担，事例是施行宇执事。司琴是潘秀丽姊妹，音控是曹明祥弟兄、周宏邦弟兄，华语礼拜嘛是同款的人。来周的聚会内容，咱拜3的查经祈祷会，题目是信耶稣得拯救，经文是马可福音5章21到43节，主理是我本人。司会是吴文宏长老。下礼拜嘛是，咱嘛是线网络礼拜。题目是上帝的计划。圣经甲圣诗咱家己来看。主理是科牧师。下礼拜主理嘛是科牧师。再来。是教
教会消息报告。第一个是咱今仔日是总会事工奉献主日，请咱兄弟关心大道甲奉献。第二个礼拜组咱会开会通知，本周日下晡2点，咱要召开赖的群组的线上圣诞节甲感恩节的筹备会，请咱礼拜组的同工甲各团客会长咱来参加。啊，会后3点会阁召开礼拜组的会议。第3点，咱有一个背经句的活动，咱教会团契组要举办半年一届的背经句的活动，要用迄填空的方式来进行。啊，有迄2012年顶半年的台华语礼拜经句表，咱做伙来背上帝的话语。啊，要举办的时间，咱会另外过来公布。第4点，咱的圣歌队，咱本会圣歌队的司琴任期到6月30号，咱欢迎兄弟姊妹也有适合的司琴的人选，会使来介绍教会。第5点，咱的纪念刊经过，咱的教会130年纪念刊经过，伫个6月30号要截止，咱欢迎兄弟姊妹会使踊跃来投稿。第6点，奉献方式，咱疫情期间要方便咱奉献，已经提供教会的银行账户伫个下骹汇款的时阵，咱一定爱写咱的姓甲名，甲奉献要奉献的项目，嘛使用 ATM 甲手机转销。户名是台湾基督教会文山教会，啊，银行就是咱的玉山银行木沙分行，啊，下面的银行代码甲小号，咱会使来参考。好，下面咱来吟最后的诗，圣诗392首，阿罗上帝万福分源。圣诗392首，阿罗上帝万福分源。上帝，阿门。啊，今时咱请柯牧师甲咱祝祷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疼痛，主耶稣基督救赎甲国外的盼望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之地对一粒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